美國政府公布 UFO 同埋外星人資料，係唔係會影響基督徒嘅信仰呢？根據美國戰爭部嘅最新通知啊，佢哋會開始對外咧釋出首批與外星生命同埋 UFO 有關嘅資料，呢啲係好絕密嘅。美國多名具影響力嘅基督教牧師咧，早前亦都公開表示，曾為公開外星機密而參與秘密會議，替信徒做好信仰上的準備。美國總統特朗普喺今年2月19號咧發出指令，要求國防部長同埋咧相關情報部門全面公開政府持有嘅所有外星生命同埋 UAP， 亦都係即係 UFO 啦檔案，目的咧係讓美國人親眼睇到真相。美國多名呢個具影響力嘅基督教牧師咧，早前公開表示啊，佢哋喺幾月前咧被邀請參加咧同埋情報官員嘅秘密會議，為這一刻做好準備。咁有一個知名嘅福音派傳道人咧，佩里斯通，佢係點講咧？佢話咧，官員向一小群在基督教有廣大影響力嘅牧師警告，政府即將公開外星人、UFO、爬蟲類生物、非人類來源材料等資料，內容聽起來像科幻小説或者科幻電影咁。呢度咧睇下呢4種嘅外星人啦。其實外星人唔止呢4種啊，不過係而家講係4種啦。有小灰人啦、北歐人形外星人啦、蜥蜴人啦、昆蟲人。咁呢一幅咧就比較清楚啲咧，係講佢哋詳細嘅情形，亦都係講呢4種人啦。譬如右手邊呢個人咧，6尺至7尺半高嘅。咁第二嗰個咧就係蜥蜴人咧，6至8尺高，哇，可能仲高過人嘅。咁第3類咧，小灰人咧就4至5尺高，就矮過人㗎啦。咁第4種就係昆蟲人咧，就6至7尺高，亦都高過人。即係呢4種外星人之中嘅3種咧係高過人嘅。咁都聽嚟都好恐怖嘅。咁呢啲機密嘅揭露，可能導致部分嘅基督徒咧質疑聖經創造論啊，甚至背道離開信仰。傳統年輕地球創造論，佢哋係以字面嚟解讀啲創世記嘅，認為上帝喺6日之內咧創造天地啦，地球係宇宙嘅焦點啦，人類係上帝創造嘅巔峰啦。受造物係以人類做中心。當政府公開證據顯示存在外星智慧生命咧，群眾會自然推論宇宙極其巨大且充滿其他創造，地球和人類不再是唯一或特殊的。我哋睇下聖經點講。創世嘅第1章就話咧，第1日咧神創造光啦，第2日咧做空氣，第3日做菜蔬同埋果子，即係生果啦。第4日做2個大光，一個太陽，一個月亮啦，同埋星星啦。第5日咧做大魚啦、動物啦、飛鳥啦。第6日先做人嘅。我哋睇下呢個第3同第4日咧，佢做咗植物先。然之後先做太陽㗎，同啲科學家嘅睇法係唔同。科學家認為都係有咗太陽先有植物㗎嘛，因為植物需要呢個嘅陽光嚟做呢個光合作用嘛。佩里斯通即係頭先嗰位牧師講咧，如果存在其他星系或其他受造物咧，呢個創造故事咧就會被視作神話嚟嘅。宗教領袖咧係將呢次嘅
UAP 大解密咧，俾咗聖經末世中嘅大迷惑，呼籲教會同埋信徒咧做好信仰上嘅準備。呢啲機密或者係讓部分信徒覺得聖經唔完整或被高估，進而動搖到整本聖經權威嘅信心。嗱，呢度講嘅迷惑咧，喺馬太福音24章講啊，佢連選民都被迷惑啦。選民可能指啲基督徒啦。咁咧首批解密文件咧162份咧已經出咗啦，咁剩翻咧仲有幾千萬份嘅檔案仲未出㗎。佢哋分批咁樣幾個禮拜出一次咁樣啊，慢慢出都有排先出得晒，可能越出越精彩嘅。嗱，呢度咧有兩張 UFO 嗰啲相啦，左邊咧就呢個睇落去都唔知係咩嚟嘅，咁右邊呢個咧係一個八角形嘅嘢。咁呢個全球咧高度關注啦，美國政府喺過去咧究竟隱瞞咗幾多真相咧？而對於數以億計基督徒而言，呢波揭露會唔會正如穆罕牧師所講咧，成為一場信仰上嘅重大考驗咧？網民對檔案紛紛表示震驚同埋瘋狂，顛覆本嚟嘅想像。宇宙咁大，唔會淨係有人類啩？原來真係有外星文明嘅。